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心类学的部分。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57页的第二段的部分，就讲到说呢，了知是觉知的现象，然后明且了知呢是认知的现象。那在讲述认知的现象的时候呢，提到明且了知。那我们在这边呢，虽然说都是讲说是现象，那其实呢，它比较像是，就是这三者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认知呢，它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呢，就是明且了知。那我们上次呢就提到说呢，明呢主要是讲到说它体性的部分，那从作用来说呢，就是属于了知的部分。那同样的呢，觉知呢，它从字面去解释的话呢，就是了知的意思，就它直接显示出了了知，然后间接呢点出了说它的体性呢是明的这一部分。那在讲述了知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说它对于自境呢是能够显现，或是能够证的呢叫做了知。那这些呢，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呢去解释。那在某一些论点里面呢，就是除了讲到说觉知、了知还有认知这三者同义之外呢，那其实也还加了就是明，就是提到说明、觉知、了知、认知这三者呢都是属于同义。那所以我们在这边说呢，虽然说是讲述是它的性象，但是呢，其实这边的讲述呢，其实比较像是它从字面的上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从字面上的意思去了解的话呢，那对于它的意义呢，我们能够比较容易的呢去下手去认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57页的第三段。那这边呢就提到说，第二个科判就讲到说，分类呢有三种，就是分为7种心类，分为3种心类，还有分为2种心类。那这边其实就讲说呢，就是在讲述觉知还有了知呢，就是已经提到说这两者是同义，所以在讲说觉知跟了知做分类的时候呢，可以分为7种分类方式，是3种的分类方式以及2种的分类方式。那在做2种分类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说就是透由各个不同的两组的这种方式呢去做分类。那主要呢是提到说，就是无论是觉知或是了知呢，在做分类的时候呢，可以有这3种不同的分类方法。那在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呢，有分为就是7种分类、3种分类，还有2种分类。那这是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所看到的分类方式。但是呢，在有些其他的论点呢，它是颠倒过来的，它是先讲述2种分类，然后再讲3种分类，然后最后呢才讲7种分类。那为什么在另外的论点呢，它会先讲述2种分类呢？因为2种分类里面呢，它其实是分为像是量和非量。然后分别和无分别，错乱知还有不错乱知，然后乃至于说是遮浅曲路知和成立曲路知等等这些方式呢，所以有一些呢就是先让我们了解概括，所以他先讲述2种分类，然后再讲3种分类，然后最后才讲7种分类，就是也有这种的分类方式。依照就是这本论点的讲述方式呢，是先讲述7种分类。那其实我们一般在讲心类学的时候呢，其实应该从2种分类，就是从量和非量的部分呢，先来做阐释。但是呢，这个没有差别，我们这边就依照的就是这边所讲述的方式呢，然后来做讲解。所以呢，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就是这边呢讲到说，第一个呢有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依照这里所讲述的方式呢，先以7种分类的方式呢来做讲解。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说，出者呢就是7种分类呢，它有分为现前、比度、再觉知、视察意、显而未见、犹豫、颠倒之7种。那这边呢，就是第一个呢，现前呢，它一定呢是无分别知。那第二个呢，比度呢，它一定呢是分别知。那第三个呢，再觉知呢，它就是有分为就是分别知还有无分别知的部分。那视察意呢，它是属于分别知；那显而未见呢，它一定是无分别知；那犹豫呢，一定是分别知；那颠倒知呢，也是无分别知和分别知呢，二者都有。就是现前呢，它一定属于无分别知；
那比度呢，它一定是属于分别支。那在觉支呢，它是无分别支和分别支呢，两者都有。那视察意呢，一定是分别支。那闲而未定呢，一定是无分别支。那犹豫呢，一定是分别支。那颠倒支呢，它也是无分别支和分别支二者都有。那所以呢，在讲述7种分类的时候呢，就是这边所讲到的，就是现前、比度、在觉知、视察意、闲而未定、犹豫，还有颠倒呢，这7种。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稍微呢用事项呢，然后用事项呢，让大家来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那第一个讲到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比如说我们说直屏的眼知，就是我们的眼知呢，直接看到瓶子的时候呢，就直视瓶子的这个眼知呢，就是属于现前。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就是用最初的方式呢，就是概略的讲一下。那就提到说呢，像现前呢，那如果说现前我们用最初的方式去分的话呢，就分为4种现前。那第一个呢就是根现前，那第二个呢就是意现前，第三个呢就是自证现前，那第4个呢就是余且现前。就是跟现前呢再去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提到说，像是眼根知、耳根知、鼻根知、舌根知，还有身根知，就是这5根的根知。那它分别呢，就是对到说我们用眼睛呢去看，然后耳朵去听，鼻子去闻等等呢。那这边就提到说，跟现前呢，还有分为说是眼、耳、鼻、舌、身根知这5种。那至于说现前它的意思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简单的讲述现前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呢，它是属于非分别支；那第二个呢，它是属于不错乱的，就是只要具备它是非分别支，而且是不错乱的话呢，那就是属于现前。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来讲解的话呢，可以这样去理解。第二个呢，在讲述比度的时候呢，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讲解的话呢，那比度呢，就是说它直接呢透有一个正确的原因，那透有这个正确的原因之后呢，你能够就是第一次证得，或是第一次了解这个东西，或是了解这个境呢，就叫做比度，就是它是透有某种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是要一个正确的原因，就是透有这个正确的原因之后呢，然后你能够第一次证得到这个东西的话呢，那这个呢叫做比度。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了解这个比度呢？就是用比较容易的方式来譬喻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坐在草原上，就是在平地的草原之上，那我们这时候就怀疑说，山上呢是否有失火？就是山上呢是否有火的时候呢，就是这时候先产生那个怀疑到说山上是否有火。那就是在怀疑山上是否有火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呢，旁边的人就跟你说呢，哦，山上呢应该是有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睛呢，他的眼知呢看到了就是烟，所以呢他就立出一个原因说，山上呢应该是有火的。为什么有火呢？因为呢有烟。那透由这个呢，我们内心就会升起一个山上应该是有火，因为呢有烟的缘故。那你心里面现起的这个，就是你确定说山上有火，为什么山上有火呢？因为因为有烟的缘故，然后因为有烟呢，所以会有火。所以透由这个正确的原因呢，我们从内心证得了山上有火的这一件事情呢，那这就是比度，因为它是一个正确的原因。正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烟，因为没有烟的话呢，是不可能会产生，呃，没有烟的话呢，是不会有火的。所以这时候呢，就产生了就是不是说反了，没有火的话呢，是不会有烟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有火呢？因为我们看到烟的缘故，所以你确定说呢，那边有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烟的缘故。那就是现在大家先不用着急，就是
现在只是先把这7个呢，让大家有一个概略的了解，就是比较细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透由就是科判呢慢慢讲下去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清楚。那现在呢，先为大家概略解释缘故呢，是怕说大家看到这7个词的时候呢，会不晓得说，这到底是在说什么东西，所以先让大家呢有个概略的了解。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刚刚讲到了就是现前跟比度。那比度呢，它就一定要是属于分别，就是我们之前呢刚刚有讲到说，比度呢它一定要是属于分别之。那我们在讲这7个的时候呢，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要先了解到量跟非量。那以我们看第一个跟第二个呢，就是现前跟比度来说的话呢，它就是有属于量的部分，也有不是量的部分。那当然呢，在有一些论点里面呢，是讲到说比度呢，它就一定要是属于量。然后，所以对于说比度的第二刹那呢，就是第二刹那的比度呢，是否视为比度呢？那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那这是属于辩论的部分。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在第一个呢7种分类里面，就是现前呢还有比度这两者呢，它跟量呢是有交集的。那从在觉知、视察意、显而未见、犹豫、颠倒，这后面这5种呢，是跟量呢是没有交集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前2者呢就是有属于量的，那后5者呢就是全部都是属于非量。所以呢，我们在7种分类里面呢，就是简单去做分类的话呢，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呢，它是和量呢是有交集的。那后面5个呢是全部都是属于非量的部分。那所以呢，这边呢讲到说，就是，现前呢跟比度呢，它是跟量呢是有交集的。那我们刚刚讲了说现前的分类之后呢，然后比度呢，它又分为3种，就是讲到说视成比量，然后集成比量，还有兴趣比量这3种。那以上这2者呢，就是属于跟量跟量呢是有交集的。那接下来的这5种呢，就是全部都是属于非量的部分。那在非量的这五个呃五个里面呢，那第一个呢提到说在觉知，那在觉知呢，就是它有属于限量，也有属于比量的部分。那什么叫做在觉知呢？那我们这边呢就稍微解释一下，在觉知呢就是说它呢后有自己的前量已经通达的，那叫做在觉知。那什么叫做透由自己前量已通达的呢？已通达的了知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就是直屏的演示的第2刹那来说好了，就是直屏演知的第1刹那呢，直屏演知的第1刹那，它是属于现前，那它又是属于量，因为呢，它对于说它的境呢，就是瓶子呢，它是最初证得，或者说第一次证得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属于量的缘故。那等到第2刹那的直屏演知呢，第2刹那的直屏演知，它就不是属于量了，它是属于在觉知。为什么呢？因为呢，它要升起的时候呢，它是透由引申自己的前量，就是透由自己的前量，就是在觉知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它一定要在量之后，它的前一刹那一定要是属于量，它的前一刹那是量之后呢，然后在第2刹那才有办法引起自己就是自己前一刹那的那个量能所通达的东西，然后由这个去了知的这个心事呢，叫做在觉知。那接下来呢，第4个呢，就是讲到就是视察意。那视察意呢，就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他对于自己主要的去路径呢，就是没有办法获得决定，就是说你已经就是大概了知，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确定的。那就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这是属于分别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家里呢，就是你坐在家里，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家中，那在家中的时候呢，你现起了就是公司呢有什么什么东西哦，现在公司的摆设，然后公司要什么进去，公司进去有什么东西，就是这种现起这种义工项呢，都是属于分别知的部分。那同样的，就是你坐在公司的时候呢，然后想到家里的种种事情呢，那这些都是属于分别知。那
视察义呢，它其实就是它是属于分别之。那它呢，就是它对于这个量呢，就是这个它的对境呢，它是没有办法获得决定的。那什么叫做没有办法获得决定呢？就是你处在你升起视察义的时候呢，它随时呢有可能变成由于，然后它也有可能会变成量，就是呢，它是一个无错乱的一个正确的心事。那但是呢，它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对境，就是获得定解的缘故呢，所以它可能呢随时会转变成犹豫，然后或者是呢会转变成量。那这种心事呢，然后称之为是视察义。那我们再讲另外一种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来讲述视察义好了。就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透由文思修的学习。那在文的时候呢，就我们听到说这讲述说身是无常。那身为什么是无常的呢？因为它具备了什么样的特性？它是刹那性等等等等，就是种种原因之后呢，然后我们内心呢就是升起了一个身是无常，就是透由原因呢，我们了解到了身是无常，但是我们是否是真正的完全证得到了身世无常呢？并不是，但是我们内心会升起一个身世无常的这个了知，所以呢，这种了知呢，就是称之为是视察义，就是透由听闻呢，然后升起一个正确的这种了知呢，就是属于视察义的部分。那还有一种安利视察义的方式呢，就是它呢不一定是透由正确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某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个呢？你其实也没有办法说出一个正确的原因，而且呢，它也不是透由就是现前呢现前的感受而升起的，所以它是剔除了就是现前跟比度之后呢，然后对境的一种了知呢，称之为是视察义。那所以呢，视察之呢，我们就刚才已经提到呢，它一定是属于分别之，而且呢，它一定呢不属于量。那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就是刚刚讲到说，在觉知它为什么呢不属于是量呢？那刚刚就有提到说，因为它一定要依照着呢，就是它第一刹那已经证得的这个就是它之前一刹那的这个量呢，已经通达之后，然后它再通达，所以它并不是透由智力通达的缘故呢，所以它没有办法成为量。那对于说视察义来说呢，它为什么呢不属于量呢？那它不属于量的原因呢，是因为说它对于对境呢，它对于自己的境呢没有产生不欺狂。为什么说不欺狂呢？因为它没有决定的缘故，因为它随时呢就是有可能会变为怀疑的缘故。它对于自境呢还没有升起，就是自己的境呢还没有升起，就是定解或是正确的这种认知呢。应该说他没有升起定解的缘故呢，所以他对于自境并不属于不欺狂，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成为量。而且视察义呢，就像刚刚讲的，因为他一定要透由义共相才能证得的缘故呢，所以他一定是属于分别之，所以他也不会，所以就提到说视察义呢，它是属于非量，然后呢一定要是分别之。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显而未定。那什么叫做显而未定呢？就是这边讲的显而未定呢，就是它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它对于说自己的驱路径呢，一定要是志向清晰显现。那为什么讲要说志向清晰显现呢？就提到说，只要是显而未定的话呢，他对于自己的驱路径呢是不可能呢会有共相的，一定是志向，而且他对于他自己的志向呢能够清晰的显现。那虽然能够清晰显现的缘故呢，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升起决定，他没有办法对自境升起决定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显而未定。所以并不是说对于所有对于自境呢全部都不能够产生决定的这一种呢，都叫做显而未定，并不是的。这边讲的显而未定呢，就提到说，他对于自境呢，一定要是属于志向，在志向跟共相两者呢，他一定要是属于志向。所以呢，在讲到说他对于自己的驱路径一定要是志向的话呢，那就表示说他一定呢是属于非分别之，他一定不可能是属于分别之了。所以就才要说他对于志向能够清晰的显现，但是却没有办法产生决定的这种了知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显而未定。
现在呢，就是我们稍微来讲述一下呢，就是什么是显而未定。那就比如说呢，我现在呢在看一个很漂亮的东西，那在眼睛在看这个很漂亮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我们的眼知在看这个很漂亮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内心呢同样呢，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很漂亮的缘故，然后内心升起了贪心，所以就非常专注的呢，在眼知所看到的这个东西上面。那在这个时候呢，虽然你的耳朵呢，就是你虽然有一个直升的耳知，就是你的耳知呢是有听到声音的，但是其实你并不清楚说人家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你这个直升的耳知呢，它是属于显而未定。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那显而未定呢，它为什么是属于非量呢？它属于非量的缘故呢，就是因为说，它对于自境呢不能够升起决定，因为你只要是量的话呢，一定要对于境呢能够升起决定，但是显而未定呢，它对于境呢没有办法升起决定的缘故呢，所以它不可能呢成为量。那同样呢，它为什么是属于非分别呢？它属于非分别之的原因呢，就对于说它至于自己的显现境呢是志向清晰显现，它能够在显现境产生志向的话呢，就表示说它一定不可能升起共相，因为你如果是分别的话呢，是分别制的话，它一定是在显现境呢一定要是共相。那这边提到说它的显现境一定是志向的缘故呢，所以它一定呢是不可能成为分别之的。那接下来呢，就看到疑的部分。那在讲述到疑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于智力呢对二边呢产生疑惑。那对二边呢产生疑惑，就是说它会产生就是是或是不是，或者说呢有或是没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乃至于说呢，那身呢到底是属于常还是无常，或者说这个房间里面呢到底是有瓶子还是没有瓶子的这种呢？就是呢，这里所讲的疑的部分，所以疑呢，它对于说，因为自境呢，就是也是没有办法决定的缘故，因为它对于说两边呢，就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呢，或是有还是没有呢，产生疑惑的缘故呢，所以呢，它一定呢是属于就是非量的部分。那同样呢，疑呢，它也是属于非分别。那我刚刚讲说，我刚刚讲到说疑是分别，那呃这边提到说疑呢，它一定是属于非分别。那就比如说呢，就是现在呢，我可能就是说会怀疑说，哎，那边到底有没有瓶子？那边到底是有瓶子还是没有瓶子？或者说那个东西到底是瓶子还是不是瓶子？或者说对面那一个人呢，到底是小明还是不是小明？或者说呢，他的职业呢，到底是老师呢，还是不是老师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讲法说，哦，这个时候我起了怀疑，就是这个时候我升起了怀疑。就是我怀疑说这个呢到底是不是瓶子，或者说那个人呢是不是小明，我们会说我们升起怀疑。所以这样说卜特伽罗呢，就是卜特伽罗为什么会有怀疑呢？他为什么会升起疑呢？他起疑的缘故呢，最主要就是又关呆了他的内心。那他的心呢，就是看有没有疑。当他这个心呢有疑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卜特伽罗呢，他产生了怀疑，或者说我在怀疑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好人等等呢？那就是因为说卜特伽罗为什么会有疑呢？就是因为他的内心呢有了这个疑的缘故呢，所以就说这个卜特伽罗呢产生了怀疑。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疑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说它是由智力二边产生疑惑，所以就讲说提到智力。所以刚才说卜特伽罗它为什么会产生疑呢？卜特伽罗产生疑并不是智力产生疑的缘故，是因为他的内心呢有疑的缘故，所以他才产生了疑。那就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疑的时候呢，那就是跟疑相应的，不论是心王或是其他的心所，就比如说跟疑相应的心王，然后它跟它相应的一个受心所好了。那这个受心所呢，它也会产生怀疑，但是这个受心所呢，它并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疑。虽然说它也会产生怀疑，但是它不是疑，因为受心所它最主要的能力呢，就是去感受苦，或者是感受乐，或是感受苦这种呢，这是受心所的作用。所以受心所产生的疑呢，并不是智力所产生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这个受心所呢说它是疑的原因就在这边。所以这边提到的这个疑呢，就有特别提到说，它一定要是智力呢对二边产生疑惑的这种了知呢，才是这里所讲的疑。
那至于说我们会讲说宜呢，它为什么是属于非分别呢？就是我们刚好提到说呢，分别呢，它一定是要透由异共相呢，然后去了知。那所以呢，我们对于瓶子，就是我们不可能对瓶子产生有的异共相，然后在产生有的异共相当下呢，又产生没有的异共相。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宜呢，它不可能产生。同时，就是分别心呢，它不可能同时产生有的异共相跟没有的异共相，所以呢，宜呢，它就一定不可能会是分别值，它一定不可能会是分别值，因为它不可能产生有和没有这两种的异共相，所以才会说宜呢，它是属于非分别。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乙呢，它因为没有异共相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属于非分别。那同样的呢，乙呢，它因为对于说自境呢没有决定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属于非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第七个呢，就是颠倒之的部分。那颠倒之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自驱路径呢产生错乱的了知呢，称之为是颠倒之。就比如说呢，我们把雪山呢，它不是蓝色，但是看成了蓝色，或者说呢，直尺呢，深呢，它不是无常，但是我们把深呢指为长的这种分别，或者说呢，把兔子脚它本身是没有的，但是把兔子脚指为有的这种分别，那这两种呢，就是属于分别之，所以颠倒之呢，它有属于分别之跟非分别之的部分。那分别之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生非无常，但是把生指为无常的这种分别，还有说兔子脚是没有的，但是只兔子脚为有的这种分别。那对于根知来说的话呢，就是非分别的颠倒之呢，那就像是说，我们把雪山呢，就是它不是蓝色，但是看成蓝色的这种眼根知呢，就是属于根知的颠倒之，就是非分别的颠倒之。那刚刚在讲宜的时候呢，就是漏了一点，就是少讲了宜的分类。那宜呢，就是它又分为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合意宜；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意宜；那第三个呢，就是等分宜。那合意宜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合理的怀疑。那不合意宜呢，它就是不合理的怀疑。那等分宜呢，就是它就是合意呢，合理跟不合理呢，然后两者是就是一半一半的这种，称之为是等分宜。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讲到说，就是七种分类呢，就是大约的讲述完毕。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七种分类呢，我们如果说再把它粗分的话呢，就是就可以分为说适量的两种跟非量的五种。那适量的两种呢，就提到是最前面的现前呢跟比度，就是它有属于是量的部分。那其他后面的五个呢，都是属于非量的部分。那刚刚讲到的颠倒之呢，它为什么是属于非量呢？就是因为说它对于自己的驱路径呢产生错乱的缘故。因为对自径产生错乱的缘故呢，所以它对于自径是绝对不可能决定的。所以呢，它就是一定是属于非量。所以简单来分的话呢，就是七种分类呢，就是可以分为属于适量跟非量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回就是第57页，那就看到呢第三个科判。那第三个科判呢，就提到说分类的个别意义分期。那分类的个别意义呢，就是说我们刚刚呢已经讲述了说七种分类。那所以这样说，这七种分类呢，它每一个个别的意义呢，是这边最主要开始就是详细的讲述说这七种分类呢。那比如说在讲述现前的时候呢，那现前的我们一般讲说它的性相也好，或者说现前它的体性呢到底是什么，然后呢现前呢还有什么分类的。那同样的呢，比度呢它的体性或者说它的体性或者说它的性相呢是什么，然后比度呢又分为又有哪几种分类？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分类的个别意义呢，就是在仔细的呢解释这七种分类。虽然说我们是把现前呢跟比度呢是放在七种分类，但是在有一些就是论点里面呢，它在做现前跟比度的分类的时候呢，它是分为就是两种分类里面，就是两种分类里面呢，它又分为
量跟非量，然后分别跟无分别，然后呢异支根支，然后还有说像是现前比度，就是又放为就是把它放在2种分类的这种方式呢也是有的。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呢，就是现前，就提到说呢，解释现前的时候呢，分为2种。那第一个呢，就提到说性向及分类。那在讲述就是现前的性向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我们讲到说，就是现前的体性呢，到底是怎么样子。那讲到分类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现前呢，它又可以分为说哪几种。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讲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仔细的去讲解，就是我们并不会赶课，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赶的方式去讲解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讲述的很清楚。所以接下来的心类学的课程部分呢，我们会慢慢的去讲解，然后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